导演谢碧林的后生去到苗栗县图书馆咧演讲的时阵，因为互人讲靠老爸底荫就通食一世人，只口气全吞袂落，随离开现场。今仔日这苗栗县长张东锦是甲谢丁环的见面，亲身甲伊会师的。也那谢丁环伊的态度嘛有落冷，也替这个承办人来讲话，承诺未来会针对环境的教育继续来合作。亲身迎接苗栗县长张东锦向看见谢碧林基金会董事谢丁环当面会师礼，因为谢丁环10月11去苗栗县立图书馆演讲，所收到承办人传来的信息，讲靠老爸底荫就会当食一世人，感觉受侮辱，当场离开。张东锦10月17除了会师礼，嘛宣布会甲请示的承办人送考绩委员会来处理。那当然，池诚现在是在人事处，还没有到我这里来。那后面的后续，我想我们会按县府的规定既然你讲话了，我想媒体又报了哈，那些委员也听得到，那我们会有最妥适的处理啦。代志发生了后，谢丁环伫面册讲事情的头尾引起讨论。伊想袂到讲即件代志的上新闻，甲教育处长、科长也有承办人斗讲话，强调人拢会讲唔对话，毋过无够爱改进，结果才严重。伊嘛讲，苏当时家己的情绪控制袂调，是因为家己继承老爸意志的坚持，去互误解才安尼生。如果你因为工作而被羞辱的话，你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有拿钱。但如果你是因为坚持自己的理念跟信念而被羞辱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对，因为难过的点是你没有被谅解，你做的事情没有被看到。张东锦会后，甲谢丁环互相交换礼物，嘛期待看见谢碧林基金会会当带动苗栗的学校有愈侪环境教育。双方讲未来会有愈侪合作，嘛为这边演讲的风波来收尾。记者苗栗报道。